破刀学台语甲脚的动作相关的课漏字第2集271条，用扫推功甲人扫倒是用扫腿功把人家扫倒咱下骹有4字要来选，咱第1字这字叫做扫这加扫的扫，第2字扫路骹的扫，第3字扫扫扫兵的扫第4字这字叫做扫，粪扫的扫272条。逆骹尾来看较有，嘛会使读做内骹尾来看较有要是踮起脚尖来看得比较清楚。下面咱有4字要来选，第1字读做逆甲内逆甲内比如讲你食饱呢你足巧的呢拢用伫语尾词啦咱第2字这字叫做逆甲内第3字这字叫做念，也是黏香嘛黏物件的黏倒顶黏柑的黏。第4字这字叫做腻，一目腻的腻就是一眨眼叫一目腻嘛273条，钱爱甲伊兜起来，无伊会乱开就是钱要把他的钱扣下，或者他会乱花好，咱下骹有4字要来选，咱第1字这字读做兜，恁兜的兜，第2读做兜第3字读做斗姓斗的斗嘛第4字读做大大显卡的大274条，你徛伫遐咧创啥物就是你站在那里在做什么咱有4字要来选，咱第1字这字读做徛徛马徛，第2叫做徛第3字叫做徛奇数嘛叫做徛嘛第4字叫做挖就是挖来的挖275条伊走无去他跑不见了好，咱有4字要来选啦下面这4字，第1字读做行，第2读做走，第3字读做藏，第4字读做拍感谢各位的收听。